乜哥歷史散策將會帶領大家登陸沖繩，認識琉球演變成為沖繩嘅歷史。第二集邁向琉球王國之道，我哋將會到訪首里城、舊崇原子石門同埋玉陵，回顧琉球由分裂走向統一，並走向極盛嘅一頁。最終統一琉球嘅上巴志，原來只係一個嚟自偏遠港灣嘅地方領主。佢係點樣逐步消滅中山、山北同山南三大割據政權，最終統一全國嘅呢？上真王被稱為琉球嘅漢武帝，佢點解會獲得呢個稱號嘅呢？及至13世紀，沖繩本島佈滿咗各個互相對立嘅聚落，當中實力較強嘅聚落領袖開始吞併其他聚落。喺呢個過程中誕生嘅支配者，亦即係所謂嘅岸師。岸師們紛紛建築堅固嘅城寨，並以武力擴張勢力，進而發展成為小型國家。呢啲岸師不斷咁競爭，最後形成咗三大勢力，分別係位於沖繩本島北部嘅山北、中部嘅中山同埋南部嘅山南。呢三股勢力並存嘅時代，史稱三山時代。琉球係點樣由分裂走向統一嘅呢？統一全島嘅豪傑上巴志隆重登場。佐夫岸師上巴志懷抱打破三山鼎立、統一天下嘅志向，為咗博取人望，向異國商船購買鐵塊，將佢哋打造成為鐵器，賜俾百姓。佢首先介入山南嘅皇位繼承，壓倒大理岸師而斬露頭角，接住攻陷蒲添城，推翻中山王嘅統治，擁立父親為王。上巴志喺1416年滅亡山北，1429年滅亡山南，沖繩首次邁入咗統一王朝嘅階段。上巴志建立嘅統一王朝稱為第一上氏王朝。第一站，我哋嚟到首里城。上巴志統一三山之後，開始修建首里城。根據1427年為咗紀念首里城外院進攻而立嘅安國山樹華木之記碑嚟睇，皇城應該喺15世紀初由蒲添遷到首里。第二上氏王朝亦都係以呢度為都城，此後一直都係琉球嘅政治同文化中心。第一上氏王朝喺上巴志死咗之後30年就滅咗亡，取而代之嘅係第二上氏王朝。第二上氏王朝自1470年建立以嚟，歷經400餘年，至到1879年日本明治新政府執行琉球處分先至終止。呢個王朝最偉大嘅統治者，乃係第3代嘅上真王。關於佢傲人嘅事蹟，我哋可以參考位於首里城正殿前嘅八蒲添欄杆之銘。碑文記載咗上真王值得稱頌嘅一系列事蹟。政治方面確立中央集權，將各據各地嘅岸師遷往首里，並確立咗職官制同埋位階制。軍事方面征服宮古島同八重山諸島，禁止私人擁有兵器。經濟方面輕徭薄賦。宗教方面信仰佛教，建造佛像同埋寺院。文化方面移中國之風俗，譯琉球之土俗。外交方面加強同中國嘅朝貢貿易。最後一點係仿效中國宮殿樣式，
整飾首里城內外嘅環境。以上各項嘅事蹟唔少都同中國有關。上真王心裏面似乎抱持住一種身為小中國皇帝嘅自負。上真王曾經對首里城加以擴建，城內包括咗正殿、北殿、南殿、御庭，以及位於正殿背後嘅皇家居住區、祭祀區等。琉球王國以此為據點，同中國、朝鮮、日本同東南亞等地開展貿易。正殿位於皇城中央，樓高3層。一樓係國家舉行政治儀式嘅地方，二樓係皇族嘅儀式空間，三樓就係改善通風嘅閣樓。南殿同北殿分別用嚟接待嚟自薩摩嘅官員同埋嚟自中國嘅冊封使節。北殿同時亦都係王府施政嘅場所。御庭係用嚟舉行冊封等重要儀式嘅空間。絲草紙卷5就咁寫嘅：少見首里道，城郭氣凜然，一統千秋萬世之餘城。少見真玉道，城郭氣凜然。第二站，我哋抵達舊崇元寺石門，深入了解中琉之間嘅朝貢貿易，以及中國對琉球政治同埋文化嘅深遠影響。根據中山世譜嘅記載，崇元寺係喺上元皇在位期間建立。作為琉球王國嘅國廟，安置咗順天以來歷代國王嘅神位。喺首里城舉行新國王冊封儀式之前，中國皇帝派遣嘅冊封使都會先喺呢度舉行祭惠先王之靈嘅御祭儀式。御祭結束之後，盛大嘅新任國王即位儀式將會擇日喺首里城正殿前嘅御庭舉行。典禮中，琉球國王將會跪接中國皇帝冊封佢為琉球國中山王嘅詔書，以及象徵皇權嘅皮弁冠服、大統領等，確認琉球成為朝貢冊封體制之下東亞社會嘅一員。如果將中國同朝貢國之間嘅關係比喻為皇族宗譜嘅話，琉球國王相當於郡王，亦即係中國皇帝嘅孫輩。由1404年武陵起到1866年上太子，462年之間，總共舉行咗23次琉球國王冊封儀式。最後一站，我哋將會前往玉陵，探尋上真王鞏固中央集權嘅歷史痕跡。玉陵係上真王喺1501年建造嘅第二上氏王朝嘅陵墓。玉陵分為外庭同埋內庭，周圍有珊瑚石灰岩嘅石垣環繞。上真王將佢父親上元嘅遺骸喺上心陵遷葬到呢一度，並喺陵內嘅一角設立咗著名嘅玉陵碑。碑文規定咗殞葬者嘅資格，明確禁止佢嘅長子同次子葬入陵內，並刻有違此誓者，天地擊之嘅嚴厲詛咒。由此可見，皇室內部曾經發生激烈嘅權力鬥爭，長子同次子因故被廢。立碑之舉正係為咗杜絕佢哋嘅後代對皇位構成任何潛在威脅。上真王統治嘅50年被認為係琉球史上最強盛嘅時期。上真王統治期間確立咗官員品秩、朝儀制度、臣官制度、賦稅制度同埋行政劃分，大幅強化咗中央集權，為琉球帶嚟咗長久嘅統一同埋穩定。